节骨寺是节骨镇的3大名寺之一。早在吐蕃藏王不得公家时期，藏族的原始本教已传到玉树地区。相传公元前1世纪，节骨寺是个本教寺院。节骨寺全称噶节骨敦珠岭，意思是噶节骨一城州。噶是藏族远古4大氏族的姓氏的一个分支，藏语叫木查嘎。节骨寺以及玉树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木查嘎，并且这些地区呢都被统称为噶区。这些地区的人也被称为噶瓦。就因为这样，在玉树许多的地名、人名、寺名的前面都加有一个噶字。吐蕃赞普不得公节时期，木查嘎加瓦洛州到玉树基然地区传播雍中本钵教，也就是本教的时候，在节骨镇西本清沟建有2座本教寺院，一个叫雍中达子，一个叫雍中昂且。在现节骨寺所在地也进行过本教寺的奠基仪式，取名为雍中昂群寺。公元755年，吐蕃赞普赤宗德赞时期之后，将节骨寺改为宁玛派和噶举派寺院。在明洪武31年，西藏撒迦派高僧当亲瓦加噶西仁嘉措将节骨寺又改为撒迦派寺院。公元1264年，元朝帝师八思巴前后3次赐给节骨寺释迦摩尼唐卡一幅，还有11面千手千眼唐卡一幅，以及用金枝绘制的8宝藏孤主唐卡一幅和护法布扎、金刚面具等，并将本清寺改名为节骨寺。公元1937年藏历12月1日，第9世班禅曲吉尼玛在前往西藏拉萨的途中圆寂于节骨寺。历史上，节骨寺以建筑宏伟、文物丰富、多出名僧而闻名藏区。节骨寺的僧舍上涂着红、白、蓝3种颜色，这是撒迦派的标志，其意义象征着文殊、观世音和金刚手菩萨。藏传佛教有4大教派，撒迦派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教派。所谓撒迦派，是以其主寺在西藏的撒迦地区而被称作撒迦派。其创始人是吐蕃昆氏家族的后裔，创建于公元1073年。到贡嘎宁波时期，就形成了完整的教义和教派，因此把它尊为撒迦5祖中的第1祖。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在撒迦第4祖贡嘎坚赞时期，借助了元朝的势力和扶持，撒迦派在西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撒迦派的第5祖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帝师，进而又封为大宝法王，统领着西藏13万户，监管元朝的宗教事务。八思巴在西藏僧俗并用、军民兼摄，开创了政教合一的先河。撒迦派的主要教义是以道果、教授等密宗教法。节骨寺是玉树地区最大的一座撒迦派寺院。节骨寺的主体建筑有桑州嘉措经堂、讲经院、弥勒殿、大昭殿等建筑，后来又形成了文保监供、迦纳活佛、扎武麦根等转世活佛的系统。明清鼎盛时期，僧侣多达1000余人。
1980年重新开放，重新修建了大经堂、佛学院、弥勒殿、大昭殿、护法殿、佛塔和僧舍等。结古寺大经堂的名字来源有个传说，当初撒迦大堪布巴德丘君发誓要为结古寺修建一个大经堂，却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经堂名字。有一天，在前往准备修建经堂的地方时，正遇上住在这里的一个牧户人家的老阿奶，正在挤奶。巴德丘君问这位老阿奶说：“老阿奶，你的奶桶可以装多少牛奶呀？”老阿奶回答说：“我的奶桶叫心想事成，可装进大海，也不会溢出来。但如果只有几滴奶汁，看上去也是满满的。”巴德丘君认为这是吉祥的预言，便把经堂命名为桑周坚措，即如意之海的意思。这座经堂是撒迦堪布巴德丘君和该寺的第一世扎那活佛设计的，在扎武麦根活佛的主持下修建，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经堂建成以后，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这座经堂里，当上千个僧众一起念经的时候，看上去也不会觉得太拥挤，而只有几十个僧人时，也不会觉得太空旷。这恰好印证了那个传说和如意之海这个名字。结古寺最有名的庙会是在每年公历的4月底举行，共修大威德本尊金刚，藏语叫结古周吉。庙会既是法会，也是寺庙节庆。藏历2月初6到11是持诵佛说经的日子。11日那天，僧众手持佛经绕转寺院，信教的群众也跟随着绕转寺院。传说这天在场的群众等于自己持诵13遍佛说经，称这天为嘎九曲阔，意为转佛说经法轮。藏历的5月15到7月初1是僧侣的坐下修行期，也就是佛教律制规定的比丘必须于夏季与期3个月安居一地，不能出门，以防踩死蚂蚁等夏天众多的生命。藏历9月11至14是撒迦五祖之一的扎千更嘎宁波的忌日和共修日，也就是上师共修日。到时要点燃酥油灯，寺院全体僧众和信教群众还要绕着结古寺转一圈，称之为萨古钦莫，即撒迦大共修转经日。藏历10月9日至22日则昼夜不停地持观音菩萨6尊言，称为玛尼日乐。藏历12月11日至15日，在新寨第一世迦那活佛亲自奠基的全藏区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玛尼石城所在地，要持诵1亿遍6字真言和共修普贤菩萨行愿，称迦那本群。藏历12月23日至29日是共修宝藏雇主、吉祥天母等3护法的节日，要跳神驱魔、焚烧石子、祭祀鬼神，称为格多。结古寺坚持每天早晨用2小时的时间诵经，为所有的3界众生祈祷。